那讲到高雄热门的景点，唔知咱乡亲会想到倒位？最近高雄有几个和这个网友讲是上无升景点，也就是风景点的景点，讨论度啦、热门度拢真悬。像林雅区这个点交路，日管的水沟挂做起来进行大型这个鸟卡印，和真侪人修正翕相，也有一支这个招牌，敢若写蛤蟆喊字招牌，大家嘛修正翕相。 高雄的景点，真侪人拢会想到基山老街，也是北里地区。不过最近互人讨论的是这圆形甲四角形的水沟坎挂，佮加上大马家的图，袂输是鸟仔的卡酱。啊，你觉得那个像什么？像猫爪吧，就有趣啊，因为人家不都说猫招财嘛。经过拍一下，对，因为最近好像它蛮有名的吧。 伫咧高雄林雅区的鸟仔卡奖，互爱鸟的人拢来报道。不过翕相的时阵，就要注意看车。另外一个互网友讲真无效的景点，伫咧新兴区。规张好好无错，就是民众讲的这字哈。回落落的看板顶悬一字哈，所互袂少人专工来翕相，互大附近的民众拢感觉哈。啊？我人讲蛤蟆，不要你卖蛤蟆啦。嘿。 因遮拢直接咧卖蛤蟆啦。正清正无效的景点，阁有遮，嘛是伫咧新兴区。远远看这粒青啊，袂输是一顶安全帽啊，同款声袂少人来。在附近上班啊，所以可以自拍一下。唔通看鸟的无点，这粒青啊边仔这间旧厝是国内出名机车大厂的起家厝。民众若是到港岛来旅游，阁咧想要去倒位翕相，这三个讨论度真悬的无效景点，互恁做参考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